一透早7点，就民众伫台南民治艺术厅外摆甲乐乐堂、等领鸡排，排队人潮一直延长到广场。每一位球迷拢相当欢喜，做伙见证中华队摕金牌这份光荣，也搁有鸡排通好食。第一次那个台湾拿总冠军啊，很开心啊，所以我就顺便刚好今天放假之后，顺便一起来排队领鸡排这样。然后昨天那个两支全垒打超兴奋的，真的是很难得这样，而且原本真的是大家都不看好，然后真的是超感动的。中华队是台湾的骄傲，中华队加油！中华队加油，赞啦！入侵球迷嘛是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发言人蔡玉辉，为了庆祝这个感动时刻，党团一直加码，不只有鸡排、猪排，也有人赞助鸡卵冰品。到记者查个为止，已经增加到2150份，希望延续这份对棒球的热情。我们是花剑，只要你有剑，就可以今仔日领会到啦吼。鸡排、猪排哦，啊是讲鸡腿。啊是卵咱的冰淇淋跟水煎包有限额啦吼。中华民国可能会知吼，阮国民党党团讲起来上认真啦吼，上百遍，筹备上久。昨天晚上去加码了吼。市长委托马英九到场陪大家做伙发鸡排动作，庆祝这个写下历史、和全台湾沸腾的摕金牌时刻。中华队里面有5个是我们台南统一师的队员，还有这个其他的是台南市级在其他的职棒队，这些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他们为国争光。等了32天，中华队用实力甲坚强的表现，就来写下历史纪录，敬贺台湾民众海报。会中议员嘛提前5个经典赛夺冠，一个再发一摆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